無常是常態，別把僥倖當規律。有啲人過度追逐金錢或者權勢，最終迷失咗自我，鑄成大錯。究其根本呢，財富同埋地位本身係屬於身外之物，並無恆常不變嘅意義。金剛經有云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世間嘅榮華富貴、顯赫嘅名聲，都係因緣暫時和合而生嘅，就好似夢境、泡影、露水咁，虛幻無常，實在係唔值得緊緊咁執着。打開新聞，時常就會見到命運係頃一刻間翻轉嘅案例。唔少身處高位，琴日都尚喺雲端，今日就已經成咗階下囚啦。呢啲並非因為運氣不濟或者人際失和，而係眾多嘅因緣喺背後交織嘅作用嘅結果。萬法皆由因緣生，一旦因緣成熟，邊個都冇辦法掙脫佢嘅軌跡嘅。美國心理學入邊有講踢貓效應，可以生動咁傳譯因緣嘅層層作用。一位女士，佢同佢自己先生嗌交而情緒低落，返工呢又遭到上司嘅批評，返到屋企呢就遷怒於佢自己嘅細路仔。個細路心中感覺到好委屈，冇地方發泄，就踢咗身邊嘅貓。貓受驚咗之後，就喺屋企度亂咁走，搞破壞，引發咗好多嘅混亂。表面上睇嚟係貓製造咗麻煩，實則多重情緒同埋呢件事連環嘅作用而導致嘅。細細想就會知道，如果我哋陷入人生嘅低谷，佢嘅原因絕對唔僅限於一時一時。如果向前追溯，往往咧就同自己成長嘅環境啦、所受嘅教育啦、交往嘅人群啦、社會嘅風氣啦，乃至時代背景咧，都有住千絲萬縷嘅關聯嘅。正係呢啲無數因緣嘅匯集，就將我哋推向某一個特定嘅境遇啦。呢度有一則故事，一個年輕嘅死囚被押往刑場嘅時候，圍觀嘅人群入邊呢，就有個老婦人忽然咁好感嘆咁講啦：你哋睇下佢嘅金色頭髮幾咁靚啊！呢個年輕人太可惜啦。聽到呢句說話，即將告別人世嘅年輕人朝呢位老婦人深深咁鞠咗一個躬，含淚咁樣大聲咁講：如果我身邊可以有多幾位好似你咁樣嘅人，今日我就唔使企喺呢度啦。可以見到因緣係極其複雜嘅，常人係難以洞悉佢嘅全貌，往往只可以隨波逐流。可悲嘅就係，我哋常常都要到結局已經定嘅時候，先猛然驚醒，回頭睇下嗰條由無數因果悄然鋪就嘅道路。